搁较无3个月，准总统赖清德就要来就任，将对着内阁团队的名单是正保密。听讲是因为赖清德有来下封口令，一旦这个名单来现更，就要追究消息的来源。即摆包括着国防部的部长邱国正，甲数位发展部的部长董宏拢互点名，将会甲蔡总统同进退。讲因为邱国正的战略思考无符合着美国的期待。东方是因为掠诈骗甲治安的问题无发挥着功效。另外嘛传出讲，经济部长王美花可能会转任政治委员，处长陈文生甲国发会主委姜明兴，因为经济专业的背景，互外界点名有希望来接经济部长。好，来3、2、1。亲身核定第14届考试院考试委员提名小组，并且准副总统萧美琴来做调集人。若找考试委员，内阁布局嘛会继续，现任内阁团队的去留由赖清德决定。怎么看又被点名说520可能不留任，不符合美方对于两岸战争的思维？我不符合的很多啊，也不符合你们的期望啊。敢要留任邱国正，敢若有答案啊？听讲因为战略思考无符合美国的期待，以及数发部长东方因为打诈治安问题无发挥有效的功能，被点名可能甲蔡总统同进退。就是现在是内阁看守，就是人事冻结的期间，那我们政务官的去留，当然都是长官的责任。风声讲有几位蔡政府内阁官员有可能留落来，包括去年末表示讲有意要参选高雄市长的柯明春，经济部王美花部长有可能转任政务委员，以及政务处长陈文生甲国发会主委姜明兴拢被点名可能接任。因为陈文生捌做过高雄市经发局长，姜明兴是蔡总统政治规划重要的推手，外界评估讲可能由蔡总统推荐给赖清德。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，谢谢。520，你还会继续留任吗？不要问这个问题。卫福部方面，处长王必胜是转任部立的桃园病院的院长，不过即摆拢是这个点钟的阶段。听讲赖清德下封口令，若是讲名单被公开，就会追查来源。我们并没有听说，未来的总统赖清德针对人事的布局有所谓封口令这件事情。我想社会要做的是，我们要尊重未来总统他的人事任命权。剩2个多月，继续找适当的人选，就希望讲520会当顺利的交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